唔好以為每個月攞到嗰4195蚊長者生活津貼，就只係得嗰4000幾蚊咁簡單。好多老友記或者做仔女嘅，其實都未必完全清楚，原來呢一張長生津嘅門票後面仲帶住成串咁多嘅福利，加加埋埋分分鐘價值過萬蚊甚至更多。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已經夠65歲，或者就快夠65歲，今日呢篇嘢你真係要由頭睇到落尾，因為我會幫你逐樣拆解，除咗現金資助之外，點樣攞盡公營醫療全面幾萬蚊嘅雙牙資助，仲有大家最關心嘅額外糧到底係點樣一回事。講到長生津，大家最直接諗到嘅梗係錢。由2024年2月1號開始，長生津已經全面合併咗，唔再分咩高額定普通，而家統一咗每個月係4195蚊。呢個數目對於好多老友記嚟講，係一份好重要嘅生活補貼。但係好多人會問，點樣先可以申請到呢？首先，年齡一定要係65歲或者以上，而且一定要係香港居民，喺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，呢1年入面嚟講唔可以超過56日。呢個係最基本嘅入場券。不過，最令老友記頭痛嘅通常係嗰個資產同入息審查。大家聽清楚啦，而家嘅資產限額其實放寬咗唔少。如果你係單身人士，你嘅資產上限係393000蚊。如果你係兩公婆一齊申請，上限就係597000蚊。好多人一聽到資產審查就驚，話哎呀，我層樓點算啊？呢度大家可以放心，如果你嗰層樓係自住嘅，係唔會計入資產入面。仲有，如果你有一份人壽保險，如果未到期攞錢，嗰個現金價值通常都唔計。至於入息方面，單身人士每個月唔可以超過10710蚊，夫婦就唔可以超過16330蚊。呢度有個好重要嘅點，就係仔女俾你嘅家用係唔計入息㗎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，因為仔女孝順就攞唔到呢份津貼。講完每個月嗰4000幾蚊，大家一定要知嘅第二份大禮，就係公營醫療費用豁免。呢樣嘢對於老友記嚟講，分分鐘仲要過份現金津貼。大家都知，人年紀大咗，出入醫院、診所係難免嘅。只要你係長生津嘅受惠人，其實你係符合資格申請醫療費用豁免。呢個豁免涵蓋咗醫管局轄下所有公立醫院嘅急症室、住院、專科門診、普通科門診，甚至連藥費都包埋。諗下平時睇一次公立專科門診，雖然話就話平，但加埋藥費、檢查費，一次都要幾百蚊。萬一要住院，每日住院費加埋手術費，如果係大手術，條數都幾襟計。但只要你有呢個豁免，呢啲費用基本上係全免。好多老友記唔知，以為攞咗長生津就自動有，其實你係要去公立醫院或者診所嘅醫務社會工作部，或者去社會福利署，同佢哋講你想申請醫療費用豁免。只要佢哋查到你係長生津受惠人，通常都會批出一個有效期嘅豁免證明書俾你。之後你去睇醫生，只要出示張證，就真係1蚊都唔使俾。呢度省返嚟嘅錢，一年落嚟可能都有幾千甚至過萬蚊。再講落去，仲有一樣嘢好多老友記好關心，就係牙齒問題。廣東話有一句叫牙痛慘過大病，老友記要食得好，身體好，一副好牙真係好重要。但係大家去私家牙醫睇下就知，鑲一副假牙，喐啲都要萬幾2萬蚊。好在政府透過關愛基金推出咗個長者牙科資助計劃。以前呢個計劃要求好嚴，但而家只要你係長生津受惠人，年滿65歲，你就可以申請。呢個資助真係好大手筆，佢包括咗免費嘅牙科檢查、洗牙、補牙、剝牙，最緊要係嗰副活動假牙嘅鑲嵌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申請，成個服務嘅最高資助額可以去到幾萬蚊。佢唔係直接俾錢你，而係你去佢哋指定嘅非政府機構或者牙科診所睇醫生，政府會幫你俾晒嗰啲錢。程序好簡單，你只要帶埋身份證、長生津嘅領款證明，例如銀行存摺，
去到嗰啲有參與計劃嘅診所或者地區中心登記就得。好多老友記做完之後，真係成個人開心晒，因為終於可以食到想食嘅嘢。呢種生活質素嘅提升，真係唔可以用錢嚟衡量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仲聽過一個名詞，叫做半糧或者雙糧。呢樣嘢唔係每個月都有，通常係政府喺每年公布財政預算案嘅時候，視乎嗰年嘅財政狀況而定。例如喺過去幾年，因為經濟環境或者疫情關係，政府為咗減輕市民負擔，成日都會提出派糖。如果政府宣布糧尾額外發放1個月津貼，咁就係所謂嘅雙糧。如果是宣布發放半個月，咁就係半糧。呢啲額外津貼，你係唔使特別去申請嘅，只要你當時已經係長生津嘅受惠人，社署就會自動將呢筆錢入落你個戶口。所以點解話老友記一定要申請咗長生津先？因為你入咗個網，以後政府有乜嘢額外嘅紓困措施，你都係第一批受惠嘅人。呢幾百或者幾千蚊嘅額外收入，正好可以攞嚟應付下過年過節嘅開支，或者買份禮物送俾孫仔孫女，係一份幾窩心嘅心意。除咗以上講嘅3大福利，長生津受惠人仲有其他細微但好實用嘅優惠。例如，雖然2蚊搭車計劃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而家係60歲就攞得，但如果你係長生津受惠人，你喺好多政府場地、博物館或者康文署嘅設施，通常都享有更高嘅折扣或者優先權。好啦，講咗咁多好處，我哋返嚟最實際嘅問題，點樣申請先至最順利？好多老友記話，我唔識寫字，又怕煩，點搞啊？其實而家社署已經簡化咗好多手續，你可以選擇郵寄申請，或者親自去到各區嘅社會保障辦事處。如果你本身已經攞緊高齡津貼，即係所謂嘅生果金，你想轉去長生津，其實手續更加簡單，因為社署已經有你嘅基本資料。喺填表嘅時候，有幾個地方大家一定要留意，唔好行冤枉路。第一，資產申報一定要誠實。有人會諗，我喺內地有個小單位，或者喺銀行收埋少少錢，唔講得唔得？大家千祈唔好咁諗。社署係有權，亦都會抽查申請人嘅資產。如果你被發現蓄意隱瞞，除咗要交返晒所有領咗嘅錢之外，仲可能涉及刑事罪行，咁就真係得不償失。如果你真係唔肯定某樣嘢計唔計入資產，最好嘅方法係直接問社署嘅職員，佢哋會好詳細咁解釋俾你聽。第二，記得準備好所有證明文件，身份證、銀行存摺要顯示到戶口號碼同持有人姓名、住址證明，仲有所有資產嘅證明，例如股票、保險、外幣戶口等等。如果係兩公婆申請，就要準備晒2個人嘅文件。如果你有仔女一齊住，都要清楚說明入息狀況。另外，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啲老友記常遇見嘅誤解。有人問我，如果搬去內地住，係咪就無咗長生津？以前係，但而家唔同啦。政府有個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，如果你打算返去廣東或者福建長期定居，只要你符合居港要求，你喺嗰邊一樣可以繼續領取長生津。呢個政策真係好體貼，因為好多老友記都想返家鄉生活，覺得嗰邊節奏慢啲，地方大啲，呢筆4000幾蚊喺內地城市用，購買力仲會相對高啲添。仲有一個問題，就係關於遺產或者突發收入。如果你喺領取長生津期間，突然收到一筆錢，例如中咗彩票，或者收到親戚嘅遺產，令到你嘅資產超過咗限額，你係有責任要喺1個月內主動通知社署。雖然你可能暫時領取唔到津貼，但只要你將來資產跌返落限額以下，你係可以重新申請㗎。誠信對於領取政府資助嚟講係非常之緊要。講返醫療全面嗰部分，我想再補充少少細節。老友記一定要記得，呢個豁免唔單止係睇醫生嗰下。如果你需要租借一啲醫療器材，或者需要一啲特定的復康服務，只要你持有呢張豁免證明，好多時都可以獲得資助或者全額減免。
呢樣嘢對於需要長期護理嘅老友記嚟講，真係一個好大嘅保護網。我見過有啲個案，老友記因為唔知有呢個福利，平時病咗都唔敢睇醫生，或者慳住食藥，結果搞到病情惡化。所以我真係想大聲同大家講，攞得長生津就一定要攞埋呢張醫療豁免，呢個係你嘅權利。至於雙牙資助，大家要留意佢係有冷河期嘅，即係如果你攞過一次資助，通常要隔一段好長嘅時間，例如5年先可以再申請。所以當你決定去整牙嘅時候，一定要揾間口碑好、有耐性嘅牙醫診所。你可以問下身邊嘅街坊老友，邊間診所嘅醫生手勢好，因為鑲假牙需要多次調教，如果間診所太遠或者醫生唔夠細心，老友記會覺得好辛苦。睇返而家香港嘅生活成本，4000幾蚊話多唔多，話少唔少。但如果我哋將醫療費、牙科費、交通費呢啲全部計埋落去，呢個長生津嘅價值可能就變成咗每個月6、7千蚊嘅支援。呢份支援唔單止係金錢上嘅幫補，更重要係俾老友記一份尊嚴，令你覺得就算退休之後，社會依然有一個機制去照顧你嘅基本生活、健康同社交需要。我想同各位做仔女嘅朋友講，老人家有時會覺得攞福利係一件唔好意思嘅事，或者覺得好麻煩唔想申請。作為仔女，我哋要多啲耐心，幫佢哋執好啲文件，陪佢哋去辦事處或者診所走一趟。有時佢哋唔係唔想要，而係怕自己唔識搞，怕俾人問嘢。你嘅一份支持同協助，對佢哋嚟臨係最大嘅安心。而對於各位老友記，我要同你講，你哋辛苦工作咗幾十年，為香港做出咗咁多貢獻，而家社會回饋返你哋，係理所當然嘅。唔好覺得係受人恩惠，呢啲係制度內你應得嘅福利。申請手續雖然睇落繁複，但只要你行出第一步，之後嘅生活就會輕鬆好多。最後，我想提醒大家，政策同限額每年都可能會隨住通脹或者政府預算而調整，所以我建議大家除咗睇我今日嘅分享之外，仲要不時留意下新聞，或者去區議員辦事處、長者中心坐下，聽下最新嘅消息。例如2024年嘅數字係咁，到咗2025年或者之後，可能又會再調高啲資助額。總括嚟講，長生津真係唔止4000幾蚊咁簡單，佢係一個全方位嘅長者支援包，由你嘅荷包到你嘅牙齒，再到你嘅身體健康，佢都起到一個保護作用。如果你仲未申請，或者身邊有朋友夠年齡但仲未申請，今日睇完呢篇嘢，一定要盡快行動。趁住而家手續簡化咗，趁住福利仲喺度，幫自己或者家人攞返呢份保障。我今日講咗咁多，希望真係幫到大家清清楚楚咁了解晒長生津嘅所有藏福利。記住，資訊就係財富，對於老友記嚟講，資訊更加係生活質素。如果你覺得呢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同你身邊嘅老友記分享，等大家都可以一齊攞盡福利，開開心心、健健康康咁享受退休生活。生活唔容易，但只要我哋識得運用社會資源，一樣可以過得好精彩。